好，来继续来看立法院司法委员会调查委员曾瑞雄，昨常常来变更着议程，改换邀请立法院秘书长张万来针对国会僭建来做专题报告。为着安尼，民进党团透早搁来发出着假期动员，想袂到伫咧开会的前3分钟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帮周万来请假，讲扩迁案已经列党团协商，伊才是协商会议的主席，讲立法院的幕僚长无方便参加，这是互民进党团真不满，讲周万来已经违法，应该移送定改。官员今仔来0啦。立法院民进党团一透早就来到司法委员会假期动员，想袂到开会时间一到，敢若等着一张公文。看到这张违禁的假单，大家拢硬起，因为本地调委曾瑞雄向向改议程，邀请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针对国会僭建进行专题报告。佮为着这张报告，取消其他委员会会议，选择备战司法委员会。想袂到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身出手，伫开会前3分钟发出声明，强调扩迁案已经列入党团协商，所以立法院幕僚长无方便出席，请谅解。昨天下午4点临时发取消会议的通知，为什么民进党要带头做薪水小偷呢？我来立法院32年。从来没有看过这1年来立法院的荒谬、违法、违宪行为。我们看到今天是一个立法院迁建专案报告，当然同时要请秘书长来。艺术处长当然要来啊！民进党团伫司法委员会备询台放张万来找人的纸棒啊，挂个名带头听司法言，一困等面超过90分钟。啊那民进党吴思瑶也积极，韩文的自己压伫4月7日，卡苏前一天早就收到，公文太伫开会前才送到会里，更加提案周万来违反公务员服务法，应该移送停改。压的时间是4月1号。这真的是愚人节的玩笑吗？不来开会，院长的公文他来1张、来10张、来100张都没有用，因为我们不会认可。我要变更议程，2天以前呢，他没有啊，他没有2天以前呢，所有的委员都签字同意，他这2个都没有啊。所以韩院长主持得非常公道啊。美讲向向改议程，这是咧报鸟市啊关，调查意见未下，艺术讲红也被刷过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